你可能以為榮譽謀殺、集中營、女人被當街射擊呢啲係歷史書先會出現嘅，但國際人權組織長期記錄喺車臣至今仍然以恐懼、酷刑同死亡維持秩序。今日我要講嘅唔係傳說，唔係謠言，而係多份報告都承認，甚至有當地權力結構親手執行嘅現實。當地權力人士曾經公開講過，女人係男人嘅財產，如果唔檢點，父親、兄弟、丈夫都有權處理佢。亦有官員公開回應，榮譽謀殺係我哋嘅文化同傳統。喺部分地區，女人如果唔經同意隨意出行，同陌生男子交談，就可能被家人拉去清洗恥辱，而當地結構通常唔會阻止，甚至會縱容。呢啲行為往往冇記錄、冇調查、冇司法程序。呢度對女性嘅迫害唔係偶然事件，而係被體系默許嘅秩序。呢度會強制女性戴頭巾，唔戴就可能遭暴力對待。有受害者講過，我被彩彈槍襲擊，我以為我會死，但佢哋仲笑住講，今次只係教育，下次就係真槍啦。街上嘅道德巡邏可以拉扯你、羞辱你、威脅你。學校會禁止冇戴頭巾嘅女學生返學，部分機關禁止女性露面。呢度女性嘅身體唔係權利，只係會被隨時處罰嘅道德標靶。國際媒體曾經披露，當地發生針對 LGBT 嘅大規模清洗，有官員甚至講過，我哋呢度冇同性戀，如果有，屋企人早就處理咗佢哋啦。處理嘅意思，亦即係家族殺害，被捕嘅男性送到秘密拘留點。受害者講，佢哋用電線夾住我身體最敏感嘅地方去通電，有人被打到半死，然後就再冇被見過。呢類行動唔止一次，而係當年持續、系統化，並不斷被國際組織記錄。極權嘅邏輯好簡單，女人要順從， LGBT 要消失，批評者要噤聲。人權組織記錄，曾經有事件中，多名男性因警方事件被立即處決，甚至連屍體都冇俾返俾佢哋嘅屋企。逃亡海外嘅人都收到威脅，我哋知道你嘅行蹤。喺呢個地方，暴力唔係工具，而係治理方法。呢啲暴行唔係秘密，唔係過去式，而係今日此時此刻仍然發生喺世界某啲角落。女性因為唔戴頭巾被射擊， LGBT 被關入秘密拘留點電擊，家族殺害女兒被視為傳統，批評權力嘅人會直接消失。呢啲事件唔應該被遺忘，佢哋應該成為係極權、暴力、壓迫嘅國際警告。請你關注同分享。如果你選擇沉默，只係睇完就劃走視頻，你嘅沉默會無形之中幫暴力延續。